科技是愈来愈进步，即卖咧这 AI 是当时行，所以工研院甲超商合作伫新竹来开一间智慧商店，对进货买卖到造钱，完全拢毋免人服务，创造新的产业生态。您好，欢迎光临。用手机扫一个，入去商店拣好需要的物件，搁再透过手机就当完成结销的动作。过程中完全唔免别人服务。所有的智慧货架上面隐藏了非常多的这些传感器、这些 sensor， 各位是没有看到。但这过程当中可以让你很多人在拿东西过程当中，或是错位的过程当中呢，它有办法帮你感测得出来。除了每一个放商品的架仔后壁有装监测器以外，商店顶面阁装有超过30个影像追踪器，来掌握消费者的行为，更加出差错的几率。那透过远端监控的方式呢，我们会进行这个管理。那只有部分的时候，我们会有这个店员到现场补货。是我们每一次都会根据这个消费市场不同的趋势，还有未来消费的这个观察，我们会对应到不同的科技技术。工研院指出，在疫情的影响之下，无论是 AI 人工智慧，也是物联网技术，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占真重要的角色。未来希望透过自动化的科技，继续来帮助台湾产业达成升级目标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